嚟自巴基斯坦嘅阿文能夠講流利兼地道嘅廣東話，係少數族裔文化團嘅導遊。正所謂民以食為先啦，要了解佢哋嘅文化，亦都可以先從飲食開始。嚟到穆斯林餐廳試下當地嘅美食，但係唔用筷子，亦都唔用刀叉喎。阿文就教大家用右手，用手推過去。都幾難，都係太高難度。睇好似真係幾難。所以話咧，筷子咁難學嘅食嘅方法你都食到啦，咁用手食嘢幾難啊！而家變咗。之後，阿文帶學生到位於葵涌嘅平麗徑同平富徑呢個南亞小社區，附近有日用品店，仲有清真寺。阿文就解釋，以前呢度係工廠區嚟㗎，因為平租，慢慢就吸引少數族裔聚居。唔少參加完文化團嘅學生話，對異地文化有更多了解。因為唔認識就會覺得好似有少少封閉咯，佢哋。但係識咗之後，其實都唔係。理解到其實同香港人係嗰啲生活完全唔同，亦都明即係知道其實一啲非華裔嘅人咧喺香港其實生活都有返咁上下難度。嚟香港30幾年，一直視香港為家嘅阿文，亦都曾經試過因為膚色唔同揾工遇到困難。我請咗你之後，第日嗰啲街坊會唔會覺得特別啊？咁佢會諗下先至會請唔請你咁樣咯。佢有一個希望，就係透過做文化團導遊，盡力拆牆，消除港人同少數族裔嘅隔膜。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